继续来看台南关庙的绿竹笋。绿竹笋是嘛，真是昨摆，因为南部有风面较贵，所以台南有落一寡雨水，互笋仔农是真欢喜，赶紧采收。也毋过整体来讲，南部欠水，今年绿竹笋的产量同款是减真济。 一档一档内底装的是绿竹笋，是农民要再来农会卖。绿竹笋是关庙三宝之一，不过今年量减真济，农民表示主要是因为今年雨水少，再加上轮回，整个绿竹笋产量减1/3。连农民要交予农会作业嘛，签1个月价价。应该讲是算上坏，因为这阵啊哦，遮几冬啊来哦，拢无啥雨水嘛，啊伊就会愈慢。你有雨水，伊个笋啊，你发会较紧啊。 从农民体内绿竹笋对接开、清洗、甲壳下条顶流程过程真高工，除了甲清点的笋仔装箱要送去市场拍卖，另外为着要替农民销一寡量，好甲笋仔送去加工厂做真空的产品，看起来是直接真好食款。加工量啊吼，我嘛有控制啦，吼，所以阮会甲一部分的甲迄个分级了送去海外市场。 哦，迄个北部的消费者会使买到关庙遮的绿竹笋。农会推广部主任讲，产量若要恢复，就要等雨水来才有法度。即摆关庙绿竹笋的面积当咧减少，因为人口老化，加上少年人较无爱做这，想要食关庙三宝之一的绿竹笋，就要把握机会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